各位師兄師姐，我係小明。咁平時我哋聽開一啲理財顧問、銀行經理，甚至你老豆老母咧，都會日吟夜吟，後生仔要未雨綢繆啊！依家唔儲錢，老咗就要執紙皮㗎啦。咁我聽落就好似好有道理，啱唔啱？但係偏偏咧，呢個世界上就有個世界首富 Tesla 同 SpaceX 嘅老大阿 Elon Musk。最近呢，佢喺 Podcast 嘅節目入邊就發表咗一番所有理財顧問都想跳樓嘅言論。佢就話咧，儲錢退休就嘥氣啦，根本就唔重要。咁係咪聽完就覺得好震撼呢？甚至覺得佢係咪食錯藥啊？今日我哋就以一個隔離嘅街坊嘅角度，幫大家拆解一下阿馬斯克呢一番説話背後嘅底層邏輯啦。咁同埋我哋呢一班普通市民，到底係應唔應該跟佢呢？咁呢，阿 Elon Musk 咧就點解會咁大聲咁講唔使儲錢啊？咁佢嘅邏輯就建立喺佢對 AI 同機械人嘅極度樂觀嘅預期上邊。佢預言呢，就到咗2030年呢，就冇錯，即係幾年後啦。咁AI 嘅智力將會超越咗全人類嘅總和。到時呢，地球上嘅人形機械人仲多過人。呢班鋼鐵勞工咧就會幫我哋做晒所有嘢，咁特別係嗰班白領嘅位咧，咁基本上都會俾佢掃蕩得七七八八啦。咁伊朗馬什描述嘅未來嘅就係咁嘅，因為密度資源咧就極度充裕，生產力大爆發，好似海嘯咁湧過嚟。咁嘢食啊、衫褲鞋襪，甚至醫療同教育咧，通通都喺零成本或者係極低成本。咁全民派錢啦，平時我哋講就係全民基本收入 BUI。咁Elon Musk 就話嗰啲係太 low 啦。佢就話未來係全民想要乜有乜嘅收入。你想食和牛啊有，你想換新機啊有。咁新工作嘅變興趣啦。咁第時返工就唔係為咗生存，而係為咗過癮嘅。好似你而家放假去打波啊、打機啊咁，你想喺後花園種菜啊可以。但係就為咗樂趣，就唔係為咗你冇菜食。咁呢，佢又覺得，既然未來係一個要乜有乜嘅世界，你依家辛辛苦苦刮埋嗰幾百萬啊、幾千萬嘅老襯金呢，到時就可能形同廢紙啊，冇乜分別㗎啦。咁因為社會運作嘅邏輯已經變咗，個人儲蓄咧同生活水平就之間咧嘅嗰條聯繫咧就已經係斷咗啦。咁不過馬斯克呢個人就好得意嘅，佢一方面就俾個大餅你睇，另一方面又嚇到你飆尿。佢又喺另一個訪問入邊咧，又講咗個好驚人嘅觀點，美國就會1000% 破產。咁點解啊？因為係債務咯。美國嘅國債咧，依家已經係接近39萬億美金啦。單單係還利息咧，就已經係超過咗1萬億美金，仲多過佢哋啲軍費支出。雖然呢個係2026年嘅預測嘅背景，話美國同伊朗開戰呢，就一個星期就會燒咗百幾億美金，成場仗打落嚟呢，就可能會1萬億啦。著名嘅對沖基金大佬阿威達利奧啦，佢就都出咗聲，就話美國依家係債務死亡螺旋，政府冇錢，唯有係印錢咯，印得錢多咧，美金就會變廢紙。佢話2025年嘅100蚊咧，購買力都係只係剩翻1970年嘅12蚊左右。所以咧，馬斯克嘅結論就好有趣嘅，只要 AI 同機械人可以救美國，除非係生產力大爆發，令到國家財富增長快過債務增長，否則成個國家都會收皮啦。咁好啦，講到呢一度，大家可能覺得一邊未來好正啦，一邊又話會破產，搞到我好亂啊。我就到底應唔應該儲錢呢？Elon Musk 咧就係首富，佢輸得起。但係我哋呢一啲手停口停嘅打工仔咧，如果真係聽佢講唔儲錢，到時2030年 AI 未成熟，但我哋已經老到做唔到，老到做唔喐啦。或者係真係大鑊啦嗰陣時。不過馬斯克同佢嘅大佬啦，就好似係 Ray Dalio、Jeff Bezos 啦，就其實都透過咗一啲生財嘅之道咧，就俾我哋參考嘅。如果美金
會不斷貶值，咁你攞啲錢去銀行收嗰啲雞碎咁多嘅利息，其實就係慢性自殺。咁咧Dalio 就最中意係黃金啦，佢就話黃金係分散風險嘅最強武器，黃金可以憑空咁印出嚟，唔可以憑空咁印出嚟，佢係硬通貨。如果世界亂晒坑咧，黃金就係保命符。咁咁就雖然咧而家就樓貴，但係房地產係抗通脹嘅傳統工具。如果你冇錢買成層樓咧，而家就好多平台，好似文中提到嘅 Arrive 或者係Mogo 啦，咁可以就俾你用少少錢眾籌咁買樓收租嘅。咁呢樣嘢聽落去好似好離地，但係我哋原來數據顯示，當代嘅藝術品咧嘅回報率竟然係好過標普500嘅指數，好似係 Masterworks 呢類平台咧就可以俾你買嘅畢加索啊、Banksy 啊嘅畫作嘅股份，呢啲藝術品嘅產量有限，啲有錢佬最中意買嚟保值啦。咁馬斯克雖然就唔係話唔使儲錢，但係佢其實都係想你押注喺未來。如果你係識得點樣運用 AI 咧，咁你就係嗰班生產力大爆發嘅受益者，而唔係俾人淘汰嗰個啦。咁馬斯克佢話咧就儲錢退休啦，嗱唔好再嘥時間啦，因為根本冇意義。咁聽到呢一句話咧，我相信好多正在供樓啊、為強積金啊、為保險保單頭痕嘅朋友咧，心裏邊一定係五味雜陳啦。有人就可能會覺得，哇，真定假啊？如果係咁我咪使乜捱更抵夜咁加班啊？咁但亦都有人會冷笑一聲，又係個傻佬，又喺度發夢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用最輕鬆嘅同大家拆解下馬斯克呢個所謂 AI 帶來豐盛世界嘅背後理論啦。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呢？同時我哋亦都要睇清楚，喺馬斯克描繪嘅烏托邦同現實之間，仲夾雜住啲乜嘢驚心動魄嘅宏觀經濟危機呢？特別係美國國債爆炸、中東戰事對全球經濟嘅衝擊，以及我哋對普通人應該係點樣自處啦。咁首先呢，我哋回顧一下馬斯克到底講咗啲乜嘢啦。咁根據今年1月佢接受Monsoft 嘅播客訪問時咧嘅講法，就佢非常之樂觀咁預測，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嘅技術將來會帶來一個超音速海嘯。呢一場海嘯就唔係毀滅性嘅，而係建設性嘅。佢就會徹底咁改變人類社會嘅資源分配邏輯。馬斯克就認為咧，傳統嘅金融建設就叫你儲錢，叫你投資，叫你為咗30年後嘅退休生活做好準備，全部都係基於一個過時嘅前提，咁就係資源稀缺。喺舊世界裏邊咧，錢係交換稀缺資源嘅媒介，因為東西不夠分，所以咧就要靠錢嚟決定邊一個可以得到啲乜嘢嘢。但係喺馬斯克眼中咧，未來10年隨住 AI 智力超越全人類嘅總和，加上人類機械人大量普及，生產力將出現咧指數級嘅爆發。佢預期咧到咗2030年，AI 嘅智能咧就會超過所有人類加起嚟嘅智能嘅總和。屆時咧，地球上嘅人形機械人數量就甚至超過人類嘅人口。當生產力達到呢個程度咧，就會發生啲咩事呢？馬斯克就用咗一個好生動嘅比喻，佢就話未來嘅工作就好似你而家去街市賣菜，或者係自己喺後花園種菜一樣。去街市賣菜好方便啦，好平。自己就喺後花園種菜好辛苦，好麻煩。但係喺未來咧，就因為機械人同 AI 包辦咗所有繁重嘅勞動。生產就變得極其容易，而且係成本幾乎係零。所以咧，工作就唔再需要為咗生存，而係變咗一種選擇。就好似咧有啲人中意打高爾夫球，有啲人就中意打機一樣，係一種休閒嘅活動，而唔係一種謀生嘅手段。佢甚至會提出一個概念咧，就叫做通用你想要乜嘢就有乜嘢嘅收入。呢個就比起我哋成日聽到嘅全民基本收入啦 UBI 就更加誇張。UBI 只係保證你有飯食，但係咧馬斯克就話
喺物質極大豐富嘅世界裏邊呢，金錢本身就將失去意義。雖然任何商品、服務、醫療、教育都係由 AI 同機械人近乎免費咁提供，咁你銀行戶口裏邊有多少數字就重要咩？咁啊，佢就仲話咧，就即使係你而家不存一分錢，5年後咧 AI 帶嚟嘅醫療進步咧，亦都可以讓你享受到比而家富豪更好嘅醫療服務。因為診斷醫藥研發、手術輔助全部由超級 AI 完成，成本大幅下降，供應無限。咁聽落去咧，就係咪好似《星空奇遇記》嘅 Star Trek 裡面嘅複雜機嘅世界？咁想要一杯咖啡啊，機械哇一聲就出嚟啦，咁啊唔使俾錢，就唔使擔心庫存。馬斯克認為咧，呢一種就係即將嚟到嘅現實。喺呢個世界裏邊咧，傳統嘅工作同埋儲蓄水平咧，鏈條就將會完全斷裂。咁所以佢就勸告年輕人就唔好擔心10年或者20年後嘅退休生活存錢啦。咁嗰啲係 no matter 嘅。咁講到呢一度啦，就相信不少嘅朋友心裏邊就喺度打鼓啦。咁馬斯克係世界首富啦，佢有 SpaceX、Tesla 同埋 Neuralink。咁佢嘅資源同視野就當然同我哋普通人唔同啦。咁問題係佢嘅預測同我哋當下嘅感受到嘅經濟現實咧，簡直就係兩個平行宇宙。咁當我哋咧就睇到2026年今日嘅現實世界係咩樣呢？咁聯邦儲備局咧，佢最近一份調查就只有55% 嘅美國成年人擁有相當於3個月嘅開支嘅應急基金。呢個數字咧，比起2021年嘅高峰期咧59% 仲要低。更可怕嘅係咧，就唔到一半嘅受訪者表示，咁佢哋能夠儲蓄覆蓋$2000以上嘅緊急開支。咁意味住乜嘢咧？就係意味住大多數人嘅普通人嚟講咧，儲錢唔僅僅係一個財務嘅戰意，而係一個生存嘅必需品。如果佢明天失業、生病或者係家裏邊水管爆裂，冇咗儲蓄咧，生活就會立刻就陷入困境。喺一個連基本安全感都難以維持嘅環境下咧，叫大家唔好儲錢，聽起嚟就不僅荒謬，甚至係有啲殘忍嘅。咁而馬斯克咧所講嘅豐盛世界咧，目前仲係停留喺佢個腦海中同埋實驗室裏邊。咁雖然咧 AI 發展確實係迅猛嘅，咁比如我哋而家使用各種大型嘅語言模型啦、自動駕駛技術，大距離取代所有白領工作，機器人比人多，物資無限供應，仲有相當長嘅一段路要走嘅。咁更重要嘅係咧，過渡期係點樣搞咧？咁就馬斯克就話工作喺10年、20年內都變得可選，但係10年到20年嗰啲被 AI 取代嘅司機啊、客服、會計甚至係程序員，咁佢哋靠咩生活咧？咁如果社會結構冇跟上技術變革嘅速度咧，咁呢段時間過渡期咧就可能會充滿咗動盪、貧富懸殊加劇同埋社會不公。喺嗰段時間裏邊咧，儲蓄不僅係重要，而且係救命稻草。咁所以咧，當馬斯克就話儲錢無關緊要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意識到呢一種係極端樂觀嘅主義嘅視覺。咁佢就忽略咗咧制度嘅慣性、政治阻力以及人性嘅貪婪同埋恐懼。咁對於普通人嚟講咧，盲目咁相信呢一啲預言咧，放棄儲蓄，無疑係一場巨大嘅賭博。咁然而咧，故事就冇咁簡單嘅。馬斯克雖然就對 AI 帶嚟嘅未來充滿樂觀，但係佢對當前美國財政狀況嘅睇法咧就悲觀得令人髮指啦。咁呢個形成咗一個有趣嘅矛盾。佢一方面就話未來錢唔重要，另一方面又警告話咧，如果唔靠 AI 救場咧，美國馬上就要為債務問題而崩潰。咁就喺今年嘅2月5號咧，馬斯克就喺某個 podcast 節目上邊咧就發表咗一個嚴厲嘅警告。佢就話如果冇 AI 同埋機械人咧，美國就將1000% 走向破產。
咁作為一個國家失敗咧，就冇其他東西能夠解決國債問題嘅。咁呢句話嘅分量係極之重嘅。咁為咩要咁樣講呢？就等我哋睇睇數據啦。咁啊，截至2026年，美國國債就已經係高達38.96萬億美元，呢個係一個天文數字。而且喺2026年嘅財年至今呢，政府嘅支出已經係比收入多出咗1.17萬億美元啦。咁呢一個就係話赤字就仲喺度瘋狂咁擴大。咁馬斯克就指出咗一個關鍵點啦。償還國債利息嘅成本就已經超越咗美國軍費預算。咁要知道啦，美國嘅軍費常年位居喺世界第一嘅，超過1萬億美元。而家咧就剛係支出利息就要超過1萬億。呢個意味住納稅人嘅錢咧，有一大部分就唔係嚟自建設國家、改善民生，而係純粹係用嚟償還過去借錢產生嘅利息。呢個係一個典型嘅借新還舊嘅死亡螺旋。咁更加糟糕嘅就係咧，就地緣政治衝突就進一步咁加劇咗呢個危機啦。咁大家可能記得啦，咁近期中東地區緊張局勢升級啦，咁特別係涉及到伊朗嘅衝突。根據五角大樓嘅數據呢，僅喺伊朗戰爭嘅第一週，美國就花咗113億美元。咁呢一場衝突就已經係持續咗2個月啦。咁哈佛肯尼迪學院嘅公共政策專家啦，咁就估計呢一場戰爭最終就會耗費美國1萬億美元嘅。咁注意啦，呢個仲係只係直接軍費嘅開支。咁咧，主持人特別強調啦，由於呢一啲錢大多數係借嚟嘅，未來嘅利息成本將會額外咁增加數十億美元。並且呢啲負擔將係會轉嫁俾下一代。咁呢度仲未完嘅。咁特朗普政府咧提出咗2027年嘅國防預算請求就高達1.5萬億美元。呢個係嚟自二戰結束以來咧軍費開支最大嘅一個年度嘅增幅。咁啊，根據負責任嘅聯邦預算委員會咧，嘅估算咧，佢哋呢個項計劃就可能喺2035年前為國防開支增加咗5萬億美元。咁如果算上咗利息咧，國債就將會再增加約5.8萬億美元。咁此外咧，仲有一個名為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咁OBBBA 嘅法案。據估計咧，呢個法案就喺2034年財年前咧就為國債增加4.2萬億美元。咁若考慮對經濟嘅動態影響咧，到2035年咧呢個數字就可能達到4.7萬億美元。將呢一啲數字加起嚟咧，你就會感覺到一陣寒意啦。美國政府嘅債務雪球就越滾越大，而推動呢個雪球咧就不僅係日常嘅福利開支，仲有係龐大嘅軍費同地緣政治帶嚟衝突所帶嚟嘅意外支出。馬斯克嘅邏輯就係喺呢一種債務壓頂嘅情況下咧，傳統嘅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係冇辦法支撐債務嘅償還，唯一嘅出路咧就係依靠 AI 同機械人嚟生產力嘅奇點式嘅爆發。只有當產生生產力達到幾十倍咧、幾百倍，創造出足夠多嘅財富咧，先至可以稀釋咗呢一啲龐大嘅債務負擔。否則咧，美國將會面臨實質上嘅破產。所以咧，馬斯克話錢係冇意義，喺某程度上咧，亦都係因為佢認為法幣嘅體系咧喺巨額債務前咧已經係岌岌可危。如果佢係啱嘅話咧，咁嗰啲持有現金確實就可能會變得毫無意義啦。因為貨幣可能會大幅貶值啦，甚至失去購買力。既然馬斯克對未來錢可能唔值錢，而現狀又係債務纏身，通脹隱患不斷，就我哋作為普通人應該點樣做呢？難道係兩手空空咁等 AI 烏托邦嘅降臨咩？顯然呢，華爾街嘅精英就唔係咁樣認為嘅。佢哋就雖然認同風險嘅存在，但係佢哋嘅解決方案就唔係放棄儲蓄，而係轉換資產。呢度我哋要提到另外一位金融巨頭啦，就係橋水基金創始人
Ray Dalio。咁咧，達利歐咧就係同樣警告美國正處於債務死亡螺旋中嘅。咁但係佢就唔係好似馬斯克咁樣期待技術救贖啦。咁佢就係關注貨幣政策嘅後果。咁達利歐就指出啦，都唔會出現正式嘅違約，因為中央銀行會介入印鈔票嚟購買債務嘅。咁就呢個就所謂嘅貨幣化債務啦。咁結果係乜嘢？就貨幣貶值啦。咁達里歐就話美元將變得一文不值。呢個唔係危言聳聽，係根據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嘅數據。咁2025年嘅100蚊咧嘅購買力就相當於1970年嘅12.06美元嘅啫。咁亦都係講過去50多年咧美元嘅購買力縮水就接近咗90%啦。咁喺呢種背景之下咧，達里歐嘅強烈建議投資者進行多元化嘅配置，並特別係推崇一種古老嘅資產黃金啦。咁咧，達里歐咧就認為大多數人嘅投資組合中咧，黃金比例不足。黃金唔係好似其他貨幣咁隨意印製嘅，咁佢唔係依賴任何單一國家嘅信用。喺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危機，如中東戰爭時期咧，黃金往往係為資金嘅避風港。咁事實證明咧，儘管近期嘅金價有所回調啦，但喺過去嘅12月裏邊咧，黃金嘅價格都上漲咗51%。摩根大通嘅首席執行官咧，甚至係表示咧，喺當前嘅環境下咧，黃金價格好容易就會漲到每盎司1萬蚊美金嘅。對於普通嘅投資者嚟講咧，直接持有實物黃金可能就唔係太方便，因此黃金嘅 IRA 咧就個人退休帳戶實成為咗一種流行嘅選擇。通過咗 ParityGo 呢一種平台咧，咁就投資者可以喺度享受到 IRA 稅收優惠嘅同時，持有實物嘅黃金，從而對沖通脹或者係貨幣貶值嘅風險。呢一種平台通常就會提供促銷，例如購買一定金額咧就會送貴金屬啊，吸引投資者進入嘅。除咗黃金之外咧，房地產亦都係抗通脹嘅傳統嘅利器啦。當通脹上升嘅時候咧，建築材料、勞動力成本增加，推動房價上漲，同時租金咧就收入亦都會隨之調整，為房東提供咗資金流動嘅。過去10年啦，美國標普全國房價指標咧就上漲咗超過87%。然而咧，高房價同埋高抵押貸款利率咧，就令到好多人就望而卻步嘅。此外咧，當房東並非係兒時，維修啊、租客糾紛等問題就會損耗大量嘅精力。呢個時候咧，房地產眾籌平台啦，就應運而生。例如由Jeff Bezos支持嘅 Arrive 平台咧，就允許投資者以低至100蚊美金嘅門檻購買出租房屋嘅股份。你就唔需要處理漏水嘅水龍頭，亦都唔需要半夜接租客嘅電話，只係需要收租金嘅分紅。目前咧，Arrive就仲提供開戶入金嘅匹配嘅優惠。另外一個平台就Morgage，呢個就係專注於精選全美前1% 嘅優質單位出租物業啦。由於高盛嘅房地產投資人團隊篩選咧，確保咗即使喺不利嘅情況之下，亦都係能夠實現最低12% 嘅回報率。平均年化內部嘅收益率咧就係 IRR 嘅高達就18.8%。呢一種機構級嘅投資機會咧，以往只係屬於富豪嘅，而家就通過碎片化所有權，普通中產亦都可以參與啦。最後啦，就係仲有一個非入尋常百姓家嘅另類產品啦，資產就係藝術品。達利歐
覺得嗰啲投資者強調多元化嘅重要性。咁因為傳統資產啊、股票、債券喺市場壓力下，往往就會同漲同跌。而藝術品咧就特別係戰後同埋當代嘅藝術咧，自1995年以嚟咧，其表現就一直優於標普500指數嘅，而且係相對相關性係較低。咁藝術品嘅價值係在於稀缺性。咁啊，例如畢加索啊、巴斯奎特、班克西咁大師嘅作品數量有限，而且係大部分已經係被博物館同埋頂級收藏家鎖定。呢一啲稀缺性就使到高通脹時期成為保護財富嘅有效工具。過去藝術投資嘅億萬富豪嘅係億萬富豪嘅遊戲。咁例如2022年啦，微軟聯合創始人啊保羅艾倫嘅藝術收藏品咧喺佳士得咧就拍賣行就以15億元成交，咁創下歷史嘅紀錄。而家係通過 Masterworks 呢啲平台咧，好多人亦都可以購買藍籌藝術品嘅股份。Masterworks 負責購買、儲存、保險同埋最終出售畫作。咁投資者只係需要購買股份啦，等待升值後退出。咁截至目前咧，Masterworks 已經成功退出過25次，咁就分別係超過6500萬美金嘅收益。咁咧就講咗咁多關於美國嘅情況啦。可能香港朋友會問，咁關我咩事呢？我就住喺香港，關心嘅係香港樓市同就業。咁其實關係都好都幾大嘅。咁首先，正如你一直關注美聯儲嘅利率政策直接影響香港嘅聯繫匯率制度啦。咁如果美國係因為財務問題導致美元信用受損，或者係為咗償還債務而長期維持高利率或者大量印鈔，港元嘅穩定性就間接受到挑戰。雖然聯繫匯率嘅機制係好堅固，但係輸入性嘅通脹同資產價格波動係不可避免嘅。咁其次咧，AI 對就業嘅衝擊係全球性嘅。馬斯克預期白領工作咧就會首當其衝。喺香港金融、法律、會計、翻譯咁嘅高端服務業咧，就佔比係好大嘅。如果係 AI 能夠喺呢啲領域裏邊實現自動化咧，香港嘅就業結構咧就將會受到劇烈嘅變化。咁呢個唔僅僅係失業嘅問題，更係技能重塑嘅問題。如果你而家喺職業技能容易被 AI 替代咧，咁就無論係馬斯克講嘅未來有幾豐盛，你現代嘅過渡期就都係會非常之痛苦嘅。咁再者啦，中東衝突對全球供應鏈或者係能源價格嘅影響啦。香港作為高度依賴進口嘅城市，油價上漲係會直接推高物流成本同埋日常開支嘅。同時，全球資本嘅市場咧動盪，亦都係會影響港股嘅流動性同估值嘅。咁最後啦，就回到你最關心嘅香港樓市。馬斯克嘅豐盛世界理論就如果係成真嘅話，房地產就作為稀缺資產嘅屬性就可能會減弱啦。如果建築成本極低，住房嘅供應無限，咁喺短期和中期嚟講咧，就由於美國嘅債務危機導致嘅貨幣貶值同通脹咧，核心城市嘅房地產仍然可能會被視為保值嘅資產。然而高利率嘅環境會壓制樓價上漲嘅空間，呢個係一個博弈嘅過程。各位朋友，2026年嘅世界處於一個新舊交替嘅十字路口，一邊係馬斯克描繪嘅由 AI 推動星際迷航式嘅未來，另一邊呢，就係達利歐警告嘅由財務同埋地緣衝突引起嘅貨幣危機。我哋既不必就因為馬斯克嘅樂觀而盲目放棄規劃，亦都不必因為達利歐嘅悲觀而陷入恐慌。智慧嘅做法係兩者之間找到平衡。咁記住啦，無論技術如何進步啦，經濟週期如何輪迴，咁知識、健康同埋適應力咧，永遠都係你最寶貴嘅資產。儲錢依然係重要嘅，但係重要性係
儲備應對變化嘅能力。咁希望今日吹嘅水呢，咁啊能夠俾大家帶嚟一個新嘅啟發。下次當有人同你講 AI 嚟到啊，唔使工作啊，咁你就可以笑笑咁講。但喺之前，我哋仲要先買啲黃金，學啲新技能，順便係睇下有冇啲新嘅藝術品嘅股份可以投一下啦。咁啊，就祝大家喺不確定性嘅時代，能夠揾到屬於自己確定性嘅同埋穩定。咁啊，多謝大家。咁啊，最後提提你啦，記得係訂閱、點讚同埋留言同分享呢條片出去啦。多謝大家，拜拜。